甲好汉听到音，妄想追求新良心，唯有有准达的对话。老爹呀，小老爹，老爹！一名百万富翁文祥游玩江南，特别等于故乡。听到音网友徛衣条为健美，微博大砍大树的江湖，文文贵甲家童看得清清楚楚咯。老爹啊，老爹啊！哦，小等咧，迄个是你的什么人？迄个我二弟啦。哦，这款功夫世上罕见咯吼，不但功夫好了呢，哦，满道经纶呢。哦，出车了吗？还佫伫咧挑选呢，还佫伫咧挑选呢，还袂错你啦。拜托你吼，撮合一个吼。哇，不了，太高了，现爱动心了。最后听到金动着大手，梦已经醒来咯。真是莫名其妙，这个是怎么搞的啊？哎，老田，吼，你这款惊人的绝技哦，实在稀奇呢。我伫对这先来相信，甲迄个王阿伯东对到这个所在，也那挡袂掉，怎那个杀落去？当时伊弄着大手，一拳就大拳。啥物啊？你咧对先相信啊？啊，伫你咧面盲笑？面盲？这嘛是不可能是面盲了。啊，你的64步法，吼，表演是真赞的，搁再表演一摆，嘛是可以啊。哦，头壳甲我看卖咧，你的头壳生本大粒的啦，免看啦。唔是咧，弄这类足大类的，啊，我这保面呢变成医疗。你话贵个，你看那医疗哦，吼，啊，忽然间啊，怎么气空啊，吼，头来就是病了，嘿，真强诶！医疗业力敢若买，吼，你款功夫哦，真是厉害。那我你讲，我教你64步法，在这个所在小可甲垫2步啊，你咧？垫2步啊，也是可以啊。你讲几步？64步啊！64步，敢有遐尼济？我会记32尔咧。64个啦，都32。啊，你咧头壳个记忆足歹呢。好了，一步神龙跳切，一步老板的破茶，一步大顺错跌。3岁啦，我都无教你步哪是咧？这步最后弄一个网转啊撑起来。毋则剩3步尔。我敢若会晓这3步尔，剩的拢行啊。啊，把它摕落来我啊。一件好康的了。什么好康的？安尼啦，安尼。卖了，卖大咧叠水了。叠水，娶某好康啊，叠水。我你讲哦。真强，因妈妈伫要做生日啦，你上该看怀这件代志，对无？咱即马要买一寡礼物来甲伊作收，爱用金钱咧，对手迄个好野人呢，好野人因倒的代志啦，对，散咱的本顶啦，咱无需要去讲磕头，毋是磕头，伊本身介意啦，行啦，我讲互你听啦，莫叠水啦，莫啦，行啦。金强应邀到郑州王府会见杀会仇人寇山龙杨林，身心唔够。这个时阵的金强显出英勇不息，一切就从容不露仪容。金强叩见王家千岁。金英雄免礼，请去吧。多谢千岁。请问王家调不在，有何切遣呢？所闻金英勇狂高三高九流，可请当时之命相关。不敢。4个月前在罗州张六林
被窃万两白银，至今检察尚未抓到，望真英勇助我出产啦！千岁这不去，不知缘尽未了啊！哈哈，真好。老和尚收了位义子，未知你意下如何呢？千岁真雅意，我感荣幸。但愿劫银贼掠到，有功于千岁，再做答复，望千岁恕谅吧。有志气，这是真正男子中的男子汉啊！讲做你一套宝甲，甲一支宝枪，军师，在，快拿宝甲宝枪来！遵旨。多谢千岁占卜。老夫特殊的宝佩牌，竖起硕宝劫银贼，遵命。杨将官，有事报我敌情啊！小明上真确宝抛着收家所随银枪宝甲，乃是奇夫之物。会师奇夫昔日的英姿，不禁掉下英雄泪咯。这个时阵的真强又想到奇妙酒馆，欲他成人，今离乡背井，连累着伊母亲烦恼。这快马加鞭，直向高丽咯。急地驶向马，两旁下水船，船里不落地，拿钱作利田呐。小人我俩痛恨真强，杀鸡兴我会，而背叛燕山路嘅路。沙陀大元帅罗志兴率兵3万，引着我俩这个进攻燕山路。这边面燕山路嘅派旗主罗成为先锋，领兵出敌咯。两军接战，犹如排山倒海之势。罗成冲进可是比闪电传魂，援兵4、3、5里路。发射！为何中指令发射？但我是援兵4架不计其数。呀！冲！这个时阵的反抗大元帅罗立兴，以罗成将军搞定咯。大元帅罗立兴当罗成高峰经过所到遐兵相卖，这时阵的罗成这个叔叔天下无敌的罗家枪咯。枪刺在罗立兴的咽喉，性命嗷嗷哀哉。这个时阵的我俩看情形无对，英军忙西窜逃咯。停！众将士打得胜果回城。成日打提反军，提高我军的士气咯。爹，保家卫国，大丈夫之职务啊！好男儿，好男儿啦！对啦，真强一母亲寿诞将至，你的母亲耿耿于怀。因你的母亲未出轨之前，因姑嫂是真和睦，感情也真浓夹，所以你的母亲要命你带寿礼到山东济南去作寿啊！今日遵命，爹。我俩比他得多，后患未知。爹你，哎呀，免担忧啦。你爹我当益壮，赶紧到后堂辞别你的母亲吧。孩儿遵命。好男儿，好男儿。像这样好男三个足该叫的。
叫笑啦，足爱叫的。叫笑啦！老兄，吼，我甲迄个文玩话分大滴呢。什么大滴？著分家规啦。我安尼对讲安怎呢？讲好，阮这个老兄哦，不但是武艺高强，满岛经纶呢。讲的啥话？无人听有啦。我讲你才高宝岛呢。客酒了报道，讲的啥话？无人听有啦。啊！你这毋捌字，我兼袂生，咱这要带千金小姐吼，都较文雅咧，讲的话较斯文，你听无心啦。互相闹开求进步啦，以我准达啦，你这个原性不改啦。嘿，像前日啊，吼，你就叫我做买卖，干咩怪说咧，害我叫先来相信，讲到咧歪锅起错。这厝甲影厝拢总无共啦，哈。应该是搬武戏哩咧，啊，这届是带某搬文戏哩咧。伊若唔带，敢有违反是无？啊，就为着得要甲真夫人作寿啊，啊欠码头啊，安尼啦。好了，无来个带看卖啊！听英雄，有英雄大家喊下，老夫英雄之子。那你在讲啥？听拢无了。这是班家好汉啦，莫讲咧听英雄了。听好啊，你捌字无？班家，吼，知啦知啦，班家好汉，唔通互你班家好汉呢？是啦。啊，你讲的嘛唔对，什么叫喊笑？也袂寒啦，对唔？你咧内底抓靠背，你就笑，唔通讲喊笑。哦，教堂啊，赶紧拿钱来甲贵宾一量。好，进来。听英雄。令兄为对你提起老夫要出塞之事吼。你这个煮嘛，我食看卖啊咧，食若好食，啊，阮怎样请神留一点请人客，我吼，甲你引来去办30外岛咧啦。听对对去啦，人讲出世，嘿啦，伊的主菜我知啦。唔是啦，万贵啊，这样咧吼，地方的口腔无共款啊，所以拢会听一撮啊叮当去就对啦。迄出世就是唔是煮材料，迄就是要选囝婿的意思啦。你安尼听无好，你实在有够闹开呢。互相闹开求进步。好啊啦。听英雄，你平生做什么事业呢？无本钱的生意啦。放心，你若是无本钱吼，我会帮助你。看你要做什么生意拢无要紧。迄都拢免本钱的你。老安贵啊，我这地方话你听无啥有啦，意思是讲吼，免用你的本钱，伊自己在要拍拼就对。男子汉有骨气，有骨气。爹，酒菜已经办好啊，请这客官入席啊。这个是无，老安贵。毋是，这是我的大查某囝，叫做文玉。这个姓氏比较好放，也已经甲蔡知府的公主蔡乾定亲咯。无望啊啦。我也阁有二小女文君，想意听英雄。哦，有听无？小孩这么好人呢？哼，唔是空。我别讲啊，什么小孩这么好人？伊讲小李，迄就是讲我谦虚的话啦，你点点听啦。互相闹开求进步。请二位入来用醋熬薄酒吧。啥呢？万贵啊，恁这定亲的这个礼节是到底安怎？讲来听看卖咧。哦，这个是要旧礼节，要新礼节啦，可以安尼吼照片照行啦。我甲你讲，阮迄个城外吼，甲恁这个府城拢无共款啦。那阮迄边是叫做查某这边送订互查甫的啦。哦，安尼是。哈，对送200个聘金啦。彩缎4匹啦，珍珠2串啦，金牌1面啦，爱甲拍一个收字，安尼竞赛才会当会收。安尼我马上准备吼。当咱话愈讲煞愈接近吼，是老夫率得之言，望二小女来匹配听英雄，未知你意见如何呢？也是可以啦，但是哦，迄个聘金唔通叫卖给人呢。知影啦，老安哥迄个好嘢人对唔对？嘿，咱要先拜一个无影丈人咧。哈，无影丈人，都未成亲临，暂时叫做无影丈人。成亲了哦，正讲係丈人。安尼也是有理啦。哦，无影丈人，我甲你拜一个啦。安尼好，哈哈哈，现赛。无影丈人，顺便叫我的小女出来甲你见面。小的我不爱哈。文君啊，出来啊！来哟！哎呀，搞笑的。如意万福。哎呦，
阮丈人煞甲阮阿伯共名做万福安呢。靠呀，什么万福啊？人因查某囝吼，咧靠近老爸啊，这就是吉祥的话，叫做万福。我知，我是讲，阮阿伯又做听万福，呀，阮老爸又做听有德啦。哎，两兄弟又做福德，做福德正神啦。好啊，莫讲啊济啦，听难听啦。文君啊，有你在。今日将你的亲属已经甲你提好了，对象就是伊啦。好，有影，笑的啦，笑的啦。我别讲啊，迄就是查某囡仔人听着安尼歹势啊，怎啊走你咧？哈，我别话你。是啦，请这位英雄入来用餐吧。好，要啉你就来啉。哎，安贵啊，带大人的公主哦，也去酒楼食酒，安那食酒醉哦，颠颠倒倒，怎叫步落楼骹死了？什么？我的查某囝歹命，连这个已经死2个咯。有两道衫，无衫不成咧，唔通搁再嫁哦，搁再嫁，搁再死哦。安贵啊，我看吼，你这个大小姐就爱嫁阮哥啊。歹势啊，妈，我别讲啦。阮哥哦，这就是歹车啦，俗语伫咧讲，歹车有死。啊，恁大小姐吼，迄命硬啦，爱拄着歹车，安尼才配过啦。讲安尼嘛受理，但是我的囝婿才当死了，不该提亲啦吼。安贵啊，吼，阮小姐听这个消息吼，还直直口袂酸呢。安贵啊，不在入来安慰小姐就是了。哦，拜托拜托。是咧，姑娘乌头鬃，嗰个吴公公啊，刘公公，十八掌大人啊，吴公公啊个刘公公，啊爹真济惊紧当啊国，也是家囝来嫁翁，嗰个吴公公，嗰个刘公公啊，哼啥？这是我的名腔呢，唔听你就太听了，对。有就听了，不是搞短视你下家死出来啦！以我准答啦，有问你唔惊，你干咩跳堂啊？创啥？跳堂啊！你们好心的好雷金啦，我是要甲安慰吼，要情绪伫咧歹吼，起骹都甲要跳出来你咧。知咧啦，你个人原性不改，后别过来啦，所以才会脑损啦。好啦，莫讲啊，不管如何啦，受礼较要紧啦。本来就是咧。罗成、张光进、李公旦、史大内，各地英雄好汉，准备受礼前往山东之南，特别甲真强的母亲作寿咯。陈永信、王必东也特别去拜寿咯。范好、徐无光，听到今啊，有准达也不例外。寇山龙杨林准备车骑22太保约回调面军，来到山东地界一记西林，在鸡鸣山下暂时安营扎寨咯。各地英雄好汉共有39位，投宿在驾柳店。陈叔宝以台客之礼，升到店中恭候各地英雄好汉。这个时阵的徐茂公趁机安排39位英雄在店中饮血为名。39位兄弟并当场向天立誓，治恶制辱，患难相共，治国安良，保家卫国。此时听到今仔看到陈永信不顺眼咯，伊内心有数。陈大哥，阮众人愿听大哥指燕山将军一段事情哦。各位兄弟，我真强确实不幸中之幸。到燕山将军的时阵，会晤着我的姑母、姑丈以及我的表弟，然后靠山龙杨林聘我担任督察捕快。此事特别约半年前在张孝林劫1万两官银一插扣。梁孝林的劫银惨嘛？先兄弟，你可认识梁林的劫银惨吗？为弟不认识。钟兄弟，什么人认识梁林的劫银惨？赶紧讲啊！
做真大哥破案吧。我了，你认识劫银蝉吗？我都是劫银蝉啊！对啊，赶紧给我绑起来！张好汉听到听高金仔探成认罪，真如晴天霹雳。这个时阵的真凶左右为难，听高金仔又是他当年的朋友，又再回忆到18年前几乎被杨林杀害，因此他决定顾全兄弟的正义，将杨林所属的保庇牌破开，该小花落。大哥，你那要安怎做？你的前途较要紧啊！你莫可怜我，我这个流浪汉无甲做，你敢抓紧听讲啦，大哥。兄弟，对啊，兄弟，我真强势不足，靠山王杨林的糟糕，就是真真正正的好大哥了。对啊，听讲这个杨林18年前杀害阮义父，敢有影？哎呀，义庙的诞辰将至，喜庆之日，不过再说伤心话吧。好，啉，大家搁啉。张好汉问题杨林到山东，当夜听到今仔甲尤俊达亲进靠山王赢盘咯，因两人都要行刺干王为真义报仇。为我来呀！哎呀，老天啊！拼到死了，好拼！天不从人愿，听到今仔尤俊达被12海堡困住，在救赎一生咯。结果如何？请看精彩续集，随道演义。